如果你同我一樣試過訂立目標都冇辦法完成，咁下面呢4條法則，佢會教我哋好輕鬆咁可以完成我哋訂立嘅目標，去塑造一個更好版本嘅自己。相信你同我一樣都試過訂立唔同嘅目標，但係回望返，可能好多時候都未必個個都做到，或者好多都做唔到。唔係因為你懶，只係因為你冇一個系統去完成。如果咩都講 feel， 冇 feel 唔做嘅話，其實咁係好唔現實嘅一件事。就算有 feel 做，都可能只係3分鐘熱度，無以為繼。咁以下呢4條法則，唔理你有冇 feel， 跟住做呢就一定係可以成功㗎啦。第一，提示，先察覺自己現有嘅行為模式，透過環境設計加入新嘅習慣。用我做例子啦，我唔想再去用時薪去定義我自己嘅價值，我想槓桿我嘅收入啦，所以我就想嘗試下做自媒體。於是呢，我覺得呢，我係需要靠近做緊呢件事嘅人。我聽講巴黎昌谷係有好多呢啲 digital nomad 集中喺呢一啲地方，我就會想像如果我將自己帶去呢個環境，靠近呢啲人，或多或少我都可以令到自己可以透過網絡揾到錢而唔受地域嘅限制。第二，渴望專注喺習慣帶嚟嘅狀態改變，而非習慣本身。辭職可以轉換環境，令到我可以接觸到唔同嘅人啦，從唔同嘅人身上學到唔同嘅事情。咁呢個狀態嘅改變亦都係我好享受嘅。第三，根據你嘅身心狀態、能力允許嘅範圍內，設計習慣嘅執行方式。你將呢個行動設計得越仔細越好啦，咁就會越容易去執行啦。例如你想睇完一本書，咁其實呢，一本書你會覺得好多好多頁，幾百頁，每日睇10分鐘唔需要多，咁呢一個執行起上嚟你就會覺得冇咁大壓力啦，亦都可以輕鬆啲，你會比較容易開始，而亦都可以令到你可以持之以恆。第四，獎勵，立即獎勵自己，肯定自己，增加下次重複行為嘅機率。一個新習慣，如果你可以將佢切到細碎，變到10分之容易執行，你就唔會覺得有太多嘅阻力完成呢一個習慣。完成咗之後，你會得到一個正面嘅回饋，而呢一個回饋亦都係一個助力去推動你繼續去做呢件事，成為一個良性嘅循環。